上世紀50、60年代，喺工友安全意識同措施唔太高嘅年代，唔少工友都好大機會患上呢個職業病。如果呢個症狀咧，我係2001年咧就先至開始見發覺嘅，照嗰個肺，照到咧，哇個肺好污糟喎，你食好多煙牙咁。我話我唔係喎，我唔食煙喎咁。我哋咁犀利嘅，你做邊一行啊咁？咁我就話俾你聽，我係做地盤多。咁啊60幾年代咧都已經喺地盤做嘢㗎啦，開山填海啊嗰啲。尤其好似黃生呢一類從事建築業、石礦業等行業嘅工友，更加屬於高危人士。一邊右邊肺，一邊左邊肺嚇，啲肺積塵咧就係積埋咗喺嗰啲泡度，跟住咧就係有嗰啲巨細細胞，佢認到佢唔係自己人啊，跟住佢想食佢嘅時候咧，亦都釋放好多我哋所謂嘅發炎嘅因子啊，跟住搞到咧好似傷口係啦，佢會起痌、會結焦，係令到成個肺咧佢嗰個彈性就差咗，我哋話纖維化咗。如果不幸吸入石棉，患上尋雀病，更加有機會誘發間皮瘤呢個癌症。咁至於間皮瘤係咪？間皮瘤咧嗱，正常嚟講，我哋肺咧就有個膜會包住嘅，我哋叫肺膜嚇。間皮瘤咧就喺肺膜嗰度咧就有癌細胞。咳嗽、呼吸困難、胸悶、胸痛，甚至覺得疲倦等等，呢啲都係呢個病嘅症狀。行得稍微急啲咧，都要唞大氣，噓咁樣啊！所以就算我哋而家咁樣行都唔行得咁快，一行得急啲咧就唞氣都好辛苦下。由於目前臨床上仍然未有藥物能夠有效咁治療呢個病，只能夠靠相關藥物舒緩症狀。用翻嗰啲舒張氣管舒張劑啊嚇，可以幫助下調氣。咁到後期即係可能調氣更加差嘅時候，可能需要用氧氣，咁就可能要安排手提氧氣啊，又或者即係外置嘅氧氣啊去幫助咯。除咗靠藥物舒緩，黃生而家都積極參與復康鍛鍊，好似學習點樣慳力同呼吸技巧，做啲強化肺部功能嘅運動等等。而家復康進度都 OK 嘅，都好嘅，因為而家多咗好多運動。我呢1-2年咧，雖然話係覺得係有呢個病，都有咗運動之後咧，行起嚟都 OK 啦。即係都係有氣操，但係都係即係照翻以前差唔得幾多咁樣咯，即係保持得到咯。保持得住即係好㗎啦。做運動就一定有幫助。我哋話復康嘅運動嚇，而家因為條氣咁樣咧，我哋有啲慳力啲嘅運動嚇，即係平時冇辦法啦，可能即係一次過做晒所有嘢，而家就要斬件啦，係啦，即係每慢慢去做啊，心急唔到啦。咁另外嘢咧就係每年接種嗰啲流感疫苗啊，希望即係譬如話，如果因為每一次如果有肺炎嘅時候咧，嗰個肺功能又會再差咗嚇。除咗推動職業病防治，基金委員會亦都積極支持本地嘅中醫藥科研。而家佢哋亦都資助中大中醫學院進行清燥救肺湯優化方嘅研究。佢就係嗰個肺燥陰傷。咁啊，醫療嘅方案咧係好明顯咧，我哋就清燥救肺啦。佢主要咧係清到肺內面嘅燥熱，同時咧係潤肺。梗係啦，我哋就好多時候用啲養陰益氣嘅啲藥，一齊嚟咧係醫療呢個病嘅。喺臨床之中咧。